咱台湾医疗人员因的工作环境会当讲是愈来愈歹，亲像住院医师或者是主治医师，拢有超时工作，抑阁有薪水无啥会调的问题，所以人才是愈来愈留袂调。相关的制度若是唔改善，可能会对咱台湾的医疗有重大影响。医师真无用对走廊行过，反映出台湾医疗的稳重的问题，人力欠缺，薪水拢无变化，抑有过度工时的问题，搁再显现出来。不能申报加班费，也没有休息到。老实说，这对于病人安全来说不是一件好事。超时的工作会增加决策的错误率，这是我想大家显而易见的事情。根据劳动部的指引，一个月工时超过276点钟，也是连续2个月平均超过256点钟。搁发生中风也是心肌梗塞，就甲伤过操劳真有关系。也毋过部分科甲住院医师的工时普遍是伫300到320点钟，就超过这个标准真多。我自己经验比较多是，心悸的感觉之后就是中断睡眠会比较明显。然后再就是注意力，你可以知道注意力就是没这么的集中。真侪少年医师拢把有这个期待，因为忍耐当过部分科医师，也个住院医师阶段了后，工作压力就会然后来减轻，但不现实毋是安尼。调查显示，主治医师平均一礼拜工时原有49点钟，就算工时小可下降，不过这个责任甲压力依然是真重。中小型的医院呢，我觉得主治医师哪怕你是20年、30年的资历，教授等级的，都要去第一线去睡在医院去值班。这个是以前很多科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状况。急重症的这些任务实在是太庞大的压力，那下面的人又越来越不愿意走我们的这个课，所以就变成说无止境的一直会去奉献在医院、困在医院这样子。即阵已经有部分病院开始调整值班的制度，增请护理甲行政人员，并且慢慢关心少年医师的需求。当社会理解医疗工作者的辛苦也有操劳，并且建立更加友善的制度甲合理的资源时，医师才法度继续以专业甲热情来守护病人健康甲生活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